燕姐比较烦啦，小燕姐30年了， 34年了，33年，今年33，那当然也有一点觉得啊，那个白纱的美女走过来，一定很感动，我应该会落泪吧？落。明年就不穿白纱了。对，我们家燕就不会穿白纱了，家燕可能就 T 恤牛仔裤，轻松的。小燕姐比较烦啦，小燕姐那天很好笑，小燕姐第一反应说：“那我要重新买衣服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是已经买了吗？”她说：“不一样，因为婚宴比较浮夸，那家宴因为有很多长辈嘛，就是像阿嬷那种80几岁，我要端庄一点，我要重买。她说你要买就买，不要找理由，好不好？”就小燕姐，你就是喜欢打扮自己，不要为了我又再去买一套，所以她比我还焦虑，真奇怪了嘞，奇怪。 30年了，34年了，33年，今年33年。对呀，你看我们当年4个兄弟，我是最晚成家的嘛。少卿有结婚嘛？对不对？宋少卿有结婚吗？有啊。哦，你说的，这你说的。对啊，所以一定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，但是我们这2天，确实焦头烂额啦。我今天也是5点才睡，我完全失眠。就拍谁啊，各种拍谁啊，各种拍谁啊，那真的是最对不起梁鹤群的太太了。这个 Stacy， 她真的是最棒的婚顾，她 EQ 超级高。因为我们的事情很复杂嘛，从赞助，光是伴手礼就5家厂商，然后汽车，然后6对伴郎伴娘，然后饭店的谈判，怎么样去配套？因为饭店还是希望我们办嘛，但我们就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所以这一切都是 Stacy。有一个人最厉害，叫林依晨。去年她老公回台北的时候，她就说：“我们请你们吃饭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就结婚啊。”我说：“结婚就等喜酒。”她说：“能不能我们先吃？”所以她是先吃，她已经先吃完。对，依晨已经先吃完，她帮我们办的喜酒，在她弟弟。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收，我们从来就是基本上大家开开心心最重要，因为也都在日本嘛。那假设他要来，他就要为了这个，然后还要不要吧？我觉得这太麻烦了。然后陈琳这2天去建荣号，他出发前就跟我说：“我一定会回来，你结婚我一定会回来。”我就说：“啊，其实没关系啦，你懂吗？就是这每天这种各种的感动，你都觉得。”我很感动，但我也觉得很担忧，所以我现在就这样子也好，大家就各忙各的，过日子吧，过日子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下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